进入2024年，韩国电影行业形势一片大好，许多韩国大片已定档在2024年上映，其中不乏经典电影 IP 之续作，广大观众们可以大饱眼福了。那么2024年最新韩国大片哪部好看？2024年韩国最新上映电影有哪些？下面细说，小编就为大家分享2024年最新韩国电影排行榜，既有2024年正在热映的大片，也有即将上映的佳片，一起来了解下吧。看看你最期待哪一部？外星家人2》。外星家人2是崔东勋执导，柳俊烈、金宇彬、金泰梨、李和妮、连金雅、苏志燮、赵又镇主演的动作科幻片，于2024年1月10日在韩国上映。该片讲述了在激烈的神剑争夺战中，隐藏的秘密被揭开的情况下，人类和道士们想要回到现在拯救所有人的故事。市民德熙。市民德熙是由朴柱英执导，罗美兰、孔明、连慧兰、朴炳英、张映柱等主演的反诈题材电影，于2024年1月24日在韩国上映。该片以遭遇电话诈骗的40多岁主妇千方百计抓住电话诈骗组织头目的真实故事为基础，讲述在洗衣工厂工作的普通市民德熙抓住犯下170亿诈骗的电话诈骗组织的总负责人的故事。乌有之地。乌有之地是由许明行执导，马东锡、李熙俊、李俊荣、卢正义等主演的韩国科幻动作片，于2024年1月26日上线 Netflix。该片讲述世界已经变成废墟，到处都是断垣残壁，在这个只能靠力量支配的无法天地的世界里，荒野猎人南山和伙伴们为了生存而展开最后的殊死搏斗。破幕。破幕是由张宰贤执导，崔明植、金高银、李道宪、刘海珍主演韩国惊悚悬疑电影，于2024年2月在韩国上映。该片讲述了在美国生活的某个富裕家庭身上持续发生奇怪的超自然现象，因此请来了在巫师之中著名的年轻巫师花林和凤吉，他们发现了一块邪恶的墓地，最终进行破墓。但是破墓的同时，坟墓下方的不吉之气开始爆发。交叉。交叉是由李明勋执导，黄正明、连金雅、全慧珍、郑满之主演的韩国动作喜剧片，于2024年2月在韩国上映。该片讲述了原本是王牌特工的男主人公隐藏自己的过去，专心做一名全职主男，而他身为重案组刑警的妻子误解了丈夫的秘密，与他一同卷入一起巨大犯罪事件的故事。犯罪都市4。犯罪都市4是由许明行执导，马东锡、金武烈、李东辉、李主彬等主演的韩国犯罪动作片，于2024年在韩国上映。该片讲述为抓捕国内最大的非法线上赌博组织挂无刑警马西道组成网络调查队和专门小组携手侦破案件的故事。仙境。仙境是由金泰勇执导，裴秀智、崔宇植、郑玉美、朴宝剑、汤唯主演的奇幻剧情电影，于2020年4月开始拍摄，于2024年在韩国上映。该片以 AI 人工智能为题材，讲述人们通过视频通话与离开人世的家人和恋人再次相见的故事。哈尔滨。哈尔滨是由宇明镐执导，玄彬、李栋旭、朴正明、赵又镇、全玉英等主演的韩国悬疑谍战片，于2024年在韩国上映。该片是一部抗日题材影片，以上世纪初的中国黑龙江哈尔滨作为舞台，讲述为了祖国的独立而赌上自己性命的独立斗士们的故事。不能说的秘密。不能说的秘密是由徐有敏执导，都锦绣、袁真儿、辛瑞恩等主演的爱情电影，翻拍自周杰伦2007年执导并主演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该片以高中生活为背景，讲述了转学到一所艺术学校的钢琴天才玉俊在一间古老的钢琴练习室里见到演奏神秘钢琴乐的金雅，进而展开的一段奇幻爱情故事。全知读者视角。全知读者视角是2024年由金炳佑执导，李敏镐、安孝燮、林珍娜、金智秀、蔡秀彬等主演的韩国奇幻电影。该片改编自韩国知名穿越小说《全知读者视角》，讲述金独子在看完自己喜爱的网络小说在灭亡的世界中生存的3种方法后，突然发现自己存在的现实世界竟变成了灭火法的世界。